照為憑。一如經過靈灣陰野地獄洋蟲，一切去處，前世冤欠不許前朝，倘有所節即刻放行，無得言留孤蝶。又蝶急庫受到太平清照主戰戰爭離難地震海嘯往史無依水陸遊雲太平清照道教界演教義法圖上正雲太平清照各姓門中仙與男女老少神民執照故野養真計戚於是早報線香承受電迷正超真道行安行自在快樂逍遙故伴喜字年10月25日本壇傑級奉行功德多時功成大事都真正果見轉。三道洪明是歸真之正路，九真業界那生是真良，傳之者諸天上乘，受之者救苦真人，自六清篇名標黃綠，今則諸天成，誰接引之班，50人登真之路，復請先靈舉步登仙橋上過，一請先靈上金橋，再領先靈上銀橋。三請千靈上仙橋，早上法橋無諸障礙，於是虔誠歸依三寶。
跟住我。救拔諸眾生不離於眾生不知覺。